got it。OK。我看咱顶摆敢若已经甲迄个124页已经读完呢。啊，是哦。系啊。因为我看咱电话录影啊，录到123页，读到遮呢。是哦，我看卖。123页，这页咱已经读完，搁有迄个124页嘛已经读完。我看卖我敢是进着去，有一个破相结做，即个来讲，就是124页尾啊，算来第3纸有迄个做，迄个里面的读做结，也是做结。咱顶摆有，敢若有印象，因为迄个国家做结嘿，伊讲着因囡仔算，就来看运动，就是伊咧讲运动甲囡仔算的迄个囡仔做，国家美小吹迄个。一般的人看这拢讲是囡仔在算咧做结嘿，叫做应该的代志。大人绝对做，也毋轻互。我记的即个词是为倒位来？有一个，我看卖，我顶摆有，为什么会记着即个词？伫迄个1、2、3、4、5，尾仔赛第5纸着过分插围裙，拢是囡仔算的迄个游戏嘛咧讲，囡仔咧算的代志。咱顶摆敢若就是读到遮，好，你敢有印象？1、2、3、4、5，就是5，就是囡仔咧算的迄个，对。嘿，美小吹，还是着过魂。过魂是啥物啊？嘛是一种算的代志吼。着过魂，着过魂是连做伙。着过魂。完全袂记啊，咱敢有查过？我看卖。嘿，咱敢若我看我的笔记遮只有查国家个加插围裙。国家啦吼，国家美小吹。嘿。插围裙。我拢袂记啊，插围裙是啥物意思？迄个汉字就是插，甲迄个军队的插啦的插啊围。插围裙啊，插围裙。插啦围裙嘿。OK， 这我都有印象嘿，无对咱捌读嘿。毋过即摆我就毋知，袂记你迄个着过魂是啥物意思啦？过魂。即摆我嘛袂记你去。毋知查会到未？可能查袂到。无记起来嘿啊。也是着过魂。我就有印象讲，迄个插围裙是去找汉字版本的迄个十行关键才找到。毋过
着过分，迄个分无汉字，我着无写汉字，着又袂出意思来。嗯，完全查袂到，毋知什么意思。着过分会记是嘿，好，来看觅。嘿啊，毋过囥伫遮应该就是一种因仔咧耍诶代志。是嘿。一般人看这拢是囡仔咧耍咧作业，也做毋应该诶代志，大人绝对毋捌做，也毋肯互囡仔去做。OK， 咱对遮开始读起吼。继续125页，好，开始读吼。好，到遮咱已经会通明白，咱诶人身体软弱诶理由。咱诶人通讲是有劳动无运动，知了解劳动。照顶面所讲，有害身躯是较济，要互身躯用，爱运动才会用得。虽然讲咱毋是无休困，咱是简单有安静的休困，若定安静，毋是安静。安静确实要紧，总是若简单安静是互人筋肉如无气力，互人的精神如消沉，如软井。好，这段了解意思。好，我个读一遍吼。到遮，咱已经会通明白，咱诶人身体软弱诶理由。咱诶人通讲是有劳动无运动，劳动照顶面所讲有害身躯是较济，要互身躯用，爱运动才会用得。虽然讲咱毋是无休困，咱是简单有安静的休困那点。安静确实要紧，总是若简单安静，是互人的筋肉如无气力，互人的精神如消沉，如软井。好，继续后一段吼。是。大家众兄弟姊妹，咱想真久歹习惯的疾病真深。咱受真久歹习惯的疾病真深。好，头前都理解意思，迄个疾病是疾病。咱来查一下哦，我嘛毋知。好，疾病。真难读。找台语。哦，伫迄个台华线顶书顶出现，应该爱有啊。OK， 疾病。疾病。OK， 就是这个意思呢。伊应该伫迄个蔡培慧迄个时代，伊讲的词应该就是讲，也是伊是甲即两个疾甲病，也是被害，即个被害应该是两个字
两个字摕来囥做伙，安尼。而且我听无你的意思。即个词伫蔡培慧有咧用，啊，毋过找来你敢若只有迄个台华书店是迄个2002年的迄个书店有收，对无？啊，毋过就是蔡培慧就有写出即个词出来，代表伊迄个时代就有咧用即个词啊。应该是，但是为什么无呢？知是为虾米？就是古早较早迄个迄用寡汉字嘛，词无啊。对啊。竟然嘛有作弊。系啊。伊作弊含即嘛咱讲作弊无共意思。系啊，无共意思，作弊。语弊嘛无共。也弊，有。可能是迄个书店收甲无完，收了无完全。我看卖，北海北安嘿，北海北端北边北边是啥北边？哦，北边北边。哦，苏北苏北，土北，就是无迄个积北。系啊。好，可能就是书店无收到。好，继续吼。好，关的积北真亲，安尼就了解意思。好，互咱身躯软弱，已经到极限，咱的精神消极限的应该加音第四声好，到极限，咱的精神消沉已经到伫极头。即极头嘛是第四声好，极头。极限之前有看过，毋过极头我就无印象。毋过说讲极头甲极限应该嘛是差不多的意思。应该是。到一个程度，极头。极限。极限，迄个限较清楚，意思较清楚，就是那讲一个抗战的意思吼。极度、极端、极点嘛，吼。极头。伊个解释是完全共款的，还是极度、极端、极点？对，极度、极端、极点，所以差不多共意思。嘿，共意思。好，来画起来。好，到极头。好，做人应该受到的福气，咱实在放煞真正济，差不多无当通算起。好，无当通算起。我想要问，即个算起，即马敢咱拢已经惯是读轻声，用轻声算起，有两个连字符安尼算起，也是算起，即个正常的变调嘛是有人咧读，有人咧讲通算起。应该是无读轻声，应该是算起才对。对嘿。无当通算起，无法算的意思。好。
为什么讲无读轻声呢？因为系啊，因为无要无即个所在无要强调迄个动作，哟。是无当通算起，安尼嘛讲，嘿，安尼嘛是知影意思，好，好，继续吼，好，这拢是对咱袂晓做工甲休困的意义。我歹势，我即句我看嘛，我来搁看一个。这拢是对咱袂晓做工甲休困的意义，袂晓运动的要紧所致的。我想一下吼，想看觅。顶头即寡代志拢是因为后壁即寡代志了解。袂当休迄个意义。意义就毋是华语讲意义的意思，是迄个关系原因的意思，敢是？就是后壁迄句所致的。即个意义应该是就是华语的相款意思啊。案例嘛是相款。好，袂当休困的意义。好 ，OK， 了解。好，后一句，好，咱着切，咱着切紧紧啊，安尼了解。咱着即个敢若连起来变调，切紧紧，也是两个分开，切紧紧，两个分开了嘿，分开好，嘿，切紧紧，嘿，两个分开较顺好，切紧紧，生五好了解。简单做工无休困。到尾是会无应该是会简做简单做工简单也是简单做工安尼吼，简单做工爱变调，所以讲简单两个字拢第一条变第七条，好，简单做工无休困，到尾是会无工做，也搁在，若是也搁在，好，也搁在，若是简单安静无运动，到尾就爱变成软骹软手的善人啊，我要找个善人啊！我进前敢若知影善堂啊。阮是讲善人啊，吼。善人。从各地方来看，也是同款。是无共个字，善人是啥物？是阮嘛是共款，这应该是你讲共款物件，但是有人讲善堂。我是讲善人。是哦，真正是会口口差。为什么个善堂啊是善？因为伫我的印象中，善堂啊是真有活动、真活跳的堂。伊哪会拢走来走去啊？看起来精神真好。善堂对，他无讲去考。就是找台语啊，台语顶敢若只有收善堂即个音尔。那我是伫找台语才有收，找台语内底有一个 Embry 大英书店有收善人即个音。我看觅。有伊台语顶的其他腔口有收着。阮是讲善人啊，吼。主持人我就安尼讲啊，我后来才知影讲另外一种讲法叫善堂。原来是安尼，好，就是讲迄个庇护嘛，叫啥有。所以讲你细汉你住伫爸迄阵，敢有定定咧听着善人啊咧叫。其实我
较早毋捌听，嘿，我毋捌注意讲是哦，现人会哦，叫咧。啊，哦是哦，呵呵，嘿嘿，我是因为我给嘿读大学读嘿高中的时阵，还是高中的时阵，听一个朋友讲，嘿嗯，落水溪以南的善人啊，会叫会吼安尼。嘿，啊，我哦是哦，但是我毋捌注意过，嘛毋捌听过啦。讲实在，我应该哦是是哦，啊，后来去哦，南部就真正听会到善人啊咧叫安尼。但是后因为我来我敢若伫嘿。北部嘛捌听过咧，我印象中，你敢捌听过？我是细汉的时阵，因为我阿爸、阿公、阿嬷嗯，是住伫清水，啊，毋哦，过清水伫台中就对啊，还袂过落水溪，嘿是，也是已经过啊，啊，毋过就是要未清我楚，印象，我印就足深的，就是伫阿公阿嬷因嗯兜就定定会听着神人仔咧叫，啊，我听着的时阵嘛，毋知影伊个叫啥是神人仔，伊嗯，个就亲像迄个古早时代迄个电铃，敢是安尼讲，哦电铃、哦，门铃迄个声嗯，音。是啊，就是迄个因时大人甲我讲，迄是神人仔咧叫，我才知嗯，影哦，原来伊个哦，叫声是安尼，是，就趣味，我我的印象就深。我嘛是敢若印象中，我伫咧台北毋捌听过，但是后来嘿，敢若嘿。嘛捌听过的款。所以讲你但是是去倒位听到伊敢有记哦，得是我倒一个当然是城市？后来，因嘿，为我做顶伫斗六嘛，伫斗南、斗六，斗南诶是伫婚林，敢斗六是？伫婚姻关着，所以我后来伫斗六做嘿，兵的时阵，哦，定定听足大声，对吼。叫你敢有感觉伊亲像电铃的声音？啊无，诶，就是无一定。我无感觉是敢若是就婚姻，哦，那你感觉你听的声音，伊的叫声是啥物款？我学袂起来咧。哎呀，对吼，真歹形容对无对无？对啊，对啊，对啊，嘿。啊，但是一听了感觉，这足奇声，足奇怪呢。对吼，啊，就真有嘿，特色。嘿，对对对。啊，伫北我印象中，我伫遐，我自细汉毋捌听过。我暗时啊足恬静的，毋捌听过，哦，毋捌好，听过什么。所以讲迪拜的神人就对。乖的，拢但是袂吵。我印象中后来，敢若差不多已经20几岁、30岁的时阵，捌嘿，伫台北，还是伫新店捌听着安尼。但是是，无啥印象啦，印象无讲介清楚，我即嘛想袂起来，到底是伫新店，还是伫倒位？伫台北，还是伫倒位听着，我已经袂记好，了嗯解。好，讲到即个神人啊，哦，嗯就遐就是即个，就是蔡培慧因甲迄个无运动就软就软骹的人叫做神人啊，我嘛是感觉真趣味啊，因为讲神人啊分明就是真活跳啊，就是走来走去，甲真主要是对无？现人啊是软骹软手，软的啊，是骹手软的。拢软软，嘿，对对。好，了解，好，你来，大你讲。我读一遍吼。大家正兄弟姊妹，咱受真久歹习惯的责备，真深，互咱身躯软弱，已经到极坎，已经到极坎。咱的精神消沉已经到伫极头。做人应该受到的福气，咱实在放杀真正多，差不多无当通算起。这拢是对咱袂晓做工甲休困的意义，袂晓运动的要紧所伫的。咱就切紧紧醒悟，单单做工无休困，到尾是会无工做，也搁再若是单单安静无运动，到尾就爱变成两骹两手的善人啊！好，继续吼。好，爱运动是东洋人共通的性
即即即十多年哦，即十多年了解，即十多年以来，受西洋的风气大感化，感化，好感化，好感化就了解啊，大感化运动的趣味已经一年一年长，OK，一年一年长。长就是成长迄个长，哈，什么？讲一摆，成长成成长，成长是什么意思？长成长就是长大成人迄个长，哦，了解了解了解，嗯了解成长啊，好好好，我来记起来，嗯成长哦，好，进前我敢若就较罕的看到这个词，就是高一字出现安尼，但是伫台语高一字高一字定定咧用吼，一年一年长，好好好。接应啊，好，较接应，好，一年一年长，了解。好，在学校，逐日都有毋是逐日都有教运动的法度，也是即个动词教爱读本调教，敢若应该变调好，教运动的法度，吼，变调才对。每年有说有说。毋是有说种种的运动会咧鼓舞，了解。那逐个点伫逐个点伫伊的国内，家己咧奖励。咦？这是什么意思？逐个那逐个点伫伊的国内安尼就了解意思啊。好，那逐个点伫伊的国内，家己咧奖励国，我看卖吼，国拄国应该拢读本调吼。国拄国的中间也有说会咧鼓吹，鼓吹是啥物意思？敢是比赛？鼓吹就是华语叫鼓吹啦。哦，好好，原来是原来有这个词，好，鼓吹，宣传，呵呵，咱来找一个，咱来看一下长字。长，好，成长的长，嘿，有。你点长吼，成长、长者，存落来，增加。存落来，嘿，应该就是成长增加迄个意思。我定定听到高一字长，就是这个意思，存落来增加。存落来增加，所以讲，咱敢是讲迄个钱，还是较抽象，像这个所在是抽象的意义，像一个风气，一个迄个。这个我想看嘛，我定定讲有长无长，有长就是有加出来，有加出来，嘿，钱有长，敢会安尼讲？钱存款，台语的存款咩？讲，咁存款听起来就欢喜嘅。就是存款啊，就是存款啊。存款，呵，存款有长。是存啊，存款吼。是存的音，好，存款，嘿，存款有长无？存嘛是会使。那么讲，敢是无存这个音甲存是无咁的意思吼。存应该是。看是无共意思吼。存是少普计算这。是。存。存是准备故意用心安尼。心嘿。存后补，存你的囝要互伊看，存要死。哇，
多存点无存伫造业造遐，嘿，啊，无但是请人就就会会料理准备料理的材料。保存后来的代志。嗯，你讲咧，系啊，这句话就有意思吼，清楚。有存伫多点，无存多点造造遐。先了哦，解就是讲什么叫做有存伫多点，就是讲多点就是已经把迄寡材料已经摕出来，准备爱煮食的意思，就是无嘿啊。这是有存伫多点，啊无存伫造遐。造遐，敢是就是造骹内底造遐。造遐，咱来找看觅造遐。灶遐伊讲是灶坑顶面的切面。我拄则找灶遐迄个词，伊讲的例句有即句话有无共的解说呢？意思是讲有好意无好意，看做法就知。真趣味。我查灶遐。有存伫多点，无存伫灶遐，意思有好意无好意，看做法就知。对无？意思共意思啦。意思是差不多，只是讲出来的迄个解说的讲法是无共的呢。那有意思要请就会准备料理的材料，啊，伊个东西若是无意思要请人，就无要去准备啊。吼，若无OK， 咱先看头一句吼，头一句讲有存伫多点，就是意思讲我有存心要甲你请，我就伫提早准备，嘿，是。伫多点就加出来吼。无存伫灶遐，就是讲我若无拍算去请啦，无拍算要甲你请吼。是甲你请。哦，是。了解。当然。无要摕出来的意思哟。讲我无要存，无心要甲你请，其实物件是无加传啦。无加传，好是。无加传，但是伫灶遐什么意思？就是已经物件要落鼎啊，才想着讲啊，要请你安尼，啊，其实都无传嘛。是。哦，是。存伫灶遐意思就是讲物件已经要落鼎啊。要落鼎，好。哦，是。啊，你就灶遐就是灶的灶坑顶面迄个，就是灶边啊，迄个位嘛。是。灶边啊，迄个位啦吼。位嘿，迄个所在吼。灶的迄个顶面吼，迄个面伫咧鼎啊，即个边啊，佫有一寡空间嘛，一寡边面吼，讲算已经有剩到即个时阵才想着啊，就已经算伤慢啊吼。已经要落鼎啊嘛，才想着。是。就是你物件，譬如讲你菜啥规盘好好摕伫咧灶遐，准备要落鼎的时阵，才想着讲我要请人。哦，是。已经袂赴啊。对。所以有好意无好意，看做法就知。意思是讲，你真正有存心要共请，就是伫咧多点就已经加传啦。你无想要共请的时候，你已经物件要落鼎，才想到啊，我佫爱佫加一寡吼，啥物人，迄拢已经伤慢啦。OK， 所以这句的意思是安尼。哦，是。啊，就趣味的。对。拄则是对个看到遮煞袂记。存哦，咱是讲着中即个，为中看到存即个字。个对汉字这里开始出题啊。OK， 准备故意用心吼。啊，这个准字，
存以故意存地藏地啊，存地藏地，存起来有存钱无？存款有存无？存效，原收出存，是原金收入支出存合，这四个字。原收出存。嘿，所以伫咧讲即个存款，应该是拢会讲存啦，吼，应该是较袂讲嘿，嘿，是，但是即个存字，我看嘛，你若看存案、存后部，那是准备的意思吼。存早、存照、存好单，我无介理解当时会当读做存的。存心是啦，对，会讲存心啦，吼，袂讲存心，我毋捌听人讲存心吼，存心、存死，迄拢是安尼读毋对。存歹意、存办、存良心、存要死，吼，即拢是读存无毋对啦。一般即几个词，我毋捌听人读存字，啊，但是后壁即个存字，佫毋捌听人读做存字吼，存早，即拢是读做存吼，我毋捌听人读做存啦吼，存好单，存效、存款吼，应该是拢读做存，啊，所以我嘛无法度理解讲，啥物是存读做存，啥物时阵读做存啊？还是好，迄就变做要安怎讲，是一项学，一字一字学安尼啦，一个词一个词学安尼。嘿，是。好，我看觅。即个英语是毋是叫做 bird by bird 啊？我毋知呢。哦。我知影一本书 bird by bird。bird by bird。哦。这是你讲即个写作的一本书啦，吼。Step one small step at a time。你看起来是即个意思无毋对，嘿，有即个。但是。bird by bird，或 step by step。哦，英语是讲 step， 但是 step by step 佫无讲完全意思相像哩。啊，就是因为我是看即本书，当然即本书伊特别解说是啥物叫做 bird by bird， 是伊讲哦，细汉的时阵因有一道因小弟还是因小弟弟算放暑假功课拢无写，啊，到尾最后一工才做一个轻做一个要开始写了就对，啊，足急的啊，啊，足急的因老爸嘛是甲讲，你嘛是爱。因迄个功课是写鸟啊啦，吼，你嘛是爱一只沓沓写啊，一只豆豆啊来。对，你就算你今仔日赶要人啊写了，你嘛是爱一只 bird by bird 安尼写，所以这是特别这种情形之下用的词，我相信应该毋是一个通用的，毋是 general 通用的这种安个一种言语啦，吼，毋是应该毋是啊，毋是相干的。啊，是我就想着讲 bird by bird 安尼，就那个讲了，即讲一字一字教，一字一字学安尼吼。系啊。我毋知英语要安怎讲 ，word by word。好。好，咱转来。跟来读册，拄则迄段你，敢有读过？也是也无，也无读吼。我佫有一个词爱知，拄则讲中嘛吼。中迄是。对，讲几部，结果甲即个中入袂记。我讲中字，即个我上常听到高一个中字，就是我对你讲钱有中，即个中，这是我上常听到的一个词。
吼，啊，伊的意思是就是有家有家有家村的吼，是家村的，嗯讲有种。嗯啊，当然有种钱有种，这是直接用的。啊，为什么有种？比如讲啊，物件要分，不管毋是干那钱啦，所有要分的物件，那有嗯加出来，拢会知安尼讲。啊，有种袂要紧，做你甲分落安尼。啊是嘿，拢会知安尼讲，毋是干那钱啦，什么所有的物件拢会知安尼讲。啊，过来就是嘿。应该好，中以外，佫有一个物件要测煞袂记。我等看哈，在好好学校，逐日都有教运动的法度，嗯每年有设种种的运动会得鼓舞。嗯那各国踮伫伊的国内，家己得奖励。嗯主国的中间也有协会在鼓吹。这个协会是什么意思？我唔知呢。协会会当时就是小运动会，亲像 Olympic 遐，迄个时阵敢已经有 Olympic 都奥林匹克当然2000年前都有啊，那无协会是什么意思？无协会，咁就是你讲的协运动会协。真奇怪。我看卖会 Modern Olympics 是对倒几年来的现代的运哦，就早。哦，我看卖，敢是19世纪就开始啊，1890年的款。我唔知呢，你敢有查到？是嘿，我真来看，啊，毋过就落长的，无一个简单的简单的答案。看卖，敢若是真正上早伫100，要哪讲？我看卖吼，Modern Olympic Games，100几偌年就开始啊，我看Modern Games。我相信啊，1896年就是896哈。96，歹势，1896。我看卖到20世纪1904，敢是安尼04年就有嘛有。啊，毋过安尼现代的应该是上早伫1896年就开始啊，所以讲比就是蔡培慧会写着是嘛是合理。应该是更较早。你看这，我看这 Wikipedia 哈，Modern Games Forerunners，是啊是啊，嘿，我是就是17我是世纪看后壁，的话，我是嘿啊，所以讲蔡培慧写着遮嘛是较真合理。因迄人绝对是有啦吼。是。嘿，啊，但是协会是什么意思啊？协啊，毋会对，就是设置运动会的意思，有设运动会。当然，我想讲协会可能无一定是运动会，就是设一寡会，对，像设一寡机关，还是设一寡组织安尼啦。组织也是活动，嘿，应该嘛，嘿啊是，但是就是无共的运动有无共的会安尼。对，我相信是这个意思哈。当然查无这个意吼，查无这个词，我毋知是毋是。啊，鼓吹就是拄则讲，鼓吹应该无什么。团鼓励，鼓励，对是。哦，吹。
就是安尼尔，无别的意思吼。你其实嘿嘿，是给为我鼓吹是，宣传。好，来我一段我甲读一遍吼。好好，唔爱运动是东洋人共通的性质。这十多年以来，受西洋的风气大感化，运动的趣味已经一年一年长。在学校，逐日都有教运动的法度，每年有设种种的运动会的鼓舞。那各国踮伫伊的国内家己的奖励，各拄国的中间也有协会的鼓吹。好，哦，已你经，讲这，我想到讲，其实台湾是受到日本人现代教育哦对啊，早咧教体育这物件咯。嘛是日本人嘛是应该就是我，若是无记唔着，应该日本人嘛是有迄个，怎讲要革新，也是西洋化的迄个，所以讲就是有迄个引进迄个风气甲观念吼。应该感谢，嘿啊，应该嘿，是啊。就是现代化，嘿啊，是。因为我就想着讲，日本其实因为我定定咧看日本的迄个历史透早，历史就透早的，毋是着是日本的透早咧播的迄个。欢喜，原来讲大合剧，感谢。毋是大合剧，是晨间剧，我就是早起是哦，嘿，个啊15分钟一集，15分钟一集的迄个是，早起的戏吼。嗯，伊这早起的戏吼，都有一点仔像，我后来才发觉讲有一点有足像迄个大爱哦，是，有大爱电视台啊，好，有戏剧嘛吼。大戏剧就是定定伊会播因家己会员的故事，嘿，自细汉开始搬起，安怎成长，安怎大汉吼。所以因迄个时代背景，譬如讲较早我伫台湾咧看的时阵，因迄当阵咧会员，甚至是日本时代大汉的，日本时代出世吼，日本时代受日本时代教育的吼。是。OK，所以你看这日本的这个晨间剧，感觉那敢若有大家你的戏剧但是应该是翻头转来看是讲大家可能是去学晨间剧的迄种拍迄个手法吼。晨间剧，日本的晨间剧就是定定咧搬一寡人因较早自细汉的故事，成长的故事所以定定咧搬去。明治足早期的时代，这是我看甚至有搬着有伫做明治啦、大正迄当阵的。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迄当阵上出名叫阿信吼。呀，就没有经典。我定定看，所以定定看因咧拍即种情景，就是伫咧明治应该是迄当阵个些昭和时代吼。应该都是历史大前进前哈，昭和时代拢会放迄个，就是做因为譬如讲每工早起的固定一个时间，砖头是这条街会集合起来放迄个做体操迄个音乐，大家到顶搭去做体操。是。就是这个风气，我是后来看日本的这个晨间剧，因为 NHK 这个晨间剧，我才知影讲嘿，迄当阵就有这个鼓吹这个运动的这个风气。对台湾的影响就是讲，你看伫台湾吼，我毋知你有无？我读小学的时阵吼，伫个每工的早起，敢若是10点的时阵，就是早起有4节课嘛，4节课两节中间休息，中间的因为敢是课间操。对，他10分钟，我是15分钟，是，做体操。有做体操，有我迄个时有，即马个敢有我毋知，毋过我迄个时阵我相信应该阁有，就是日本时代留落来迄个传统搁伫的迄个
是安尼。迄个甲学生囡仔集合起来，放烟甲大家做一个，当然咧做体操安尼。我感觉实在是足好，就是讲我有啥我定来家己本来讲，其实我印象中我的小学的时代，含恁的小学的印象哦，其实足侪物件是足相像的。含美国学生完全无相像，但是含日本学生嘿，系啊系啊，因为是是，后来当然我理解为什么我就是解说就惊，因为整个台湾的迄个教育系统，伊是对日本时代留落来，所以迄个足侪做法是拢相像的，拢恁日本所经历的，我伫遮经历的一模一样的。是是，的确是安尼。好，咱今仔日食好好。来换迄个长老教会迄个历史吼，今仔读到遮，我即个你稍等，我即个停落来，我另外 save 另外一个档案。好。